本地咧新竹要举办的台湾灯会，却因为疫情关系取消。不过，进前无雅里的里长就召居民来画歌灯，今年已经挂起来了。规排歌灯踮社区的巷仔内挂悬悬，新北市文雅里长找来250位里民，做伙 DIY 亲手画歌灯，挂在社区内。规条巷仔充满过节的气氛，先做社区内热门的观光景点。觉得很漂亮啊，然后觉得里长很用心。上面的就是因为灯会已经取消了嘛，对啊，然后在住家后面走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灯，觉得很开心。文雅里的光荣也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，大家都是同心协力。虽然讲今年受疫情影响，原本要在新北市举办的台湾灯会取消，不过来到这嘛是会使感受到过节的气氛。我们这次其实是里内第一次办这样的活动，然后里面其实大家都还蛮期待的，然后都还蛮开心。里内可以成为一个网美打卡的一个新景点。无论是古水的动物，还是在地美丽的风景，全拢画在歌灯顶悬。中基约甲算一下，现场大概有上100基的歌灯。文雅里的居民邀请大家过年期间来这行行的体验热闹的灯节气氛。记者赵君和新竹报道。